你们是不是需要化妆师啊？我带了一个团队。你帮我抓一下。好了。好。人好多啊。紧张了？有一点点。把手给我。还紧张吗？好多了。谢谢。于总，乔小姐，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叫我啊。我们刚才一直在外面拍照，进来休息一下，顺便感受一下氛围。你不用特意照顾我们。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你们也来参加婚礼，实在是太震惊了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保守秘密的。谢谢，麻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啊，一会儿是10点28分，大家一起集合去宴会厅吗？对。哦，你们没参加过彩排，那一会儿到了宴会厅，还有整个婚礼的流程，要不要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呀？放心吧，我都知道，这方面我经验可多了，我会带好你们于总的。我 BDS， 放心吧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有一组化妆师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，会尽快的。怎么样了？刚刚电话打通了，化妆师的车和别的车撞了。人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是都受点轻伤，肯定来不了了。这一下缺了4个化妆师，还忙得过来吗？这临时补人也来不及了呀。这，你去问问酒店有什么办法。行。有事情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原本约好的化妆师忽然来不了了，我们现在缺了4个化妆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的志愿者有没有会化妆的呀？新娘有自己会化妆的吗？我平时都不化妆的呀，就算化妆水平也很差呀，怎么能跟化妆师比？再说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将就啊？没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好不好？其他化妆师如果加快点速度，来得及吗？肯定来不及。对不起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你们是不是需要化妆师啊？我带了一个团队。你好，我们是乔小姐的化妆团队，请问有哪些新娘需要我们化妆？哎呦，这4位新娘还是要打理一下的，还来得及吗？婚礼还有1个小时就开始了。新娘们都很漂亮，当然来得及。太谢谢您了。